嚟到柴灣北配水庫遊樂場，望下入去睇下有咩特色特別呢？我唔知，大家不妨去望下，一齊望下。我先，哇！佢都幾近東區尤德醫院㗎喎。行上去有咩望？哇！有個足球場，有個又話遊樂場嘅，得個足球場嘅啫。冇啦，係咁多，一眼睇晒。不過環境幾靚啊！仲有咩？完啦，今日，拜。